继续来看副总统赖清德为着要减轻学生的负担，昨来宣布要来补助私立的大学生的学费，上少25000块。结果引发着对手侯友宜的质疑，到选举前才要补助，这是野钱的政策。赖清德的办公室来回应，这是要实现着就学的公平性，消除着经济差距。另外，针对着税厝的族群，行政院早起举办记者会来宣布，申请租金补贴的年龄为本地20岁降到18岁，而且无需要来提供着厝主的资料，为7月初3开始来申请。要降低房贷族、租屋族的负担，大学生、单身青年、新婚家庭，都有不同的加码。要减轻租厝的人的负担，行政院宣布扩大补贴方案，规项新的制度上路。今年标准降价为原本20岁修法到18岁就会当申请，无需要提供厝头家身份证号码，过后直接延续补贴，随到随办。为7月初3开始申请，为期1档半。在申请的时候是不需要房东同意。那如果房东要逃漏税的部分，其实我们也有严格的一个稽查的一个机制。编列300亿以上补贴的金额，根据租厝的人的住所甲身份条件分做3级，为2000块到8000块不等。锁定租厝的学生啊，当时嘛要降价上课压力。同一个时间，副总统赖清德嘛弹出，予读私立大学的学生啊补贴25000以上的学费。这寡政策嘛引发到哪样的质疑？之前毕业的同学们，现在还背负着学贷。这些要不要溯及既往？用这种大撒币的方式是不对的。这个林营用行政资源替赖清德的政策来买票，毕竟蔡政府执政要满8档，在大选前半档推出，时间真敏感。民进党执政了快8年了啊，选前这个最后一年，突然想到私立大学协会的问题，但是对我们整个私立大学。实际上有真的帮到忙吗？初衷是为着要减轻人民的负担，也搁伫咧选前推出着这么多政策，难免会引发着各界猜测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